各位觀眾，屋企有花本來係一件好雅、好舒服、好有生氣嘅事。人年紀大咗，最中意屋企有少少綠色，有少少花香，望落去心都暖一點，好似日子仍然有盼頭，家中仍然有生機。但今日我想同各位觀眾講一句好重要，亦可能好多人一直忽略咗嘅說話：屋企再有錢，都唔好以為所有花都可以亂養，所有叫得吉利嘅植物都一定旺財。有啲花睇落好靚，名字好聽，顏色又喜慶，擺喺屋企好似好有福氣。但如果擺錯位置、養錯時間、放錯地方，反而會令屋企嘅財氣變重，錢入得嚟，卻好難留得住。我唔係叫各位觀眾驚花怕花，更加唔係叫大家聽完就即刻返屋企亂掉亂搬亂驚。風水最忌心亂，心一亂，福氣都會散。今日想講嘅係一種岑日飛人生智慧啟發之下嘅家居財福提醒。花本身未必有錯，錯好多時係錯在位置，錯在時間，錯在我哋以為擺得越多就越旺，以為名字越吉就越好。其實一個家最重要唔係熱鬧，唔係堆滿吉祥物，唔係每一個角落都要放一盆植物，而係乾淨、安定、和氣、舒服，令人返到屋企，心可以落地，氣可以順流，錢財可以慢慢聚返。好多老人家一生辛苦，後生時為仔女奔波，為頭家捱，為供樓、供書、教學、供醫藥費，供一家人吃飯，咬緊牙關幾十年。到咗晚年，最怕嘅唔係無大富大貴，而係明明有少少積蓄，明明有退休錢，明明屋企唔算窮，但錢總係好似水咁，一有就流走。今日醫院要用錢，聽日屋企要維修，後日仔女開口借，過幾日又有一單意外開支。人去到呢個年紀，最怕聽到一句又要用錢，因為每一次用錢唔止係銀包薄咗，心都跟住沉咗。有時候問題未必真係一盆花造成，但一盆花擺喺唔合適嘅位置，長年累月影響屋企氣場，影響人嘅心情，影響人嘅睡眠，影響一家人講錢時嘅情緒。久而久之就會令財氣唔穩。各位觀眾要明白，家居風水最深嘅地方唔係神神秘秘，而係人住喺裏面，日日望到，日日經過，日日受佢影響。你日日見到一個角落混濁，心就會混濁。你日日瞓喺一個太重味、太逼、太亂嘅房間，心就唔容易定。你日日坐喺一個尖葉植物直衝嘅位置講錢，說話就容易硬，火氣就容易升。所以今日我想請各位觀眾做3件事。第一，請喺留言區寫低以接大財呢一句，唔係迷信，亦唔係保證聽完之後明日一定有一筆大錢落袋，而係一個提醒自己嘅心念，代表各位觀眾由今日開始願意用一個更安穩、更清醒、更惜福嘅心去迎接財氣，亦守住自己應有嘅福氣。第二，請訂閱呢個頻道。訂閱唔只係支持我繼續用粵語同各位觀眾講人生、講財福、講家宅氣場，更似係同自己嘅好運結下一個善緣，提醒自己每日都唔好亂花錢，唔好亂動氣，唔好亂擺嘢，慢慢行入守財惜福嘅路。第三，請各位觀眾一定要聽到最後，因為後面我會講一個好重要嘅方法，唔係叫你即刻掉晒所有花，而係教你點樣溫和處理，點樣觀察，點樣令屋企嘅氣重新流動。好多家庭唔係無財氣，而係財氣被一啲好普通、好常見，甚至人人以為吉祥嘅花木壓住咗。如果各位觀眾太早離開，可能就會錯過一個令未來幾日心頭輕一點、屋企順一點、
錢財流動穩一點嘅提醒。各位觀眾，今日唔係單單講花名，今日係講5種睇落吉，其實要小心嘅家居花木。先講清楚一個道理，花草樹木係有生命嘅，佢會生長，會吸水，會向光，會開花，會凋謝，會枯黃，會帶嚟香氣，亦會帶嚟濕氣。佢唔係一件死物，擺喺屋企耐咗，自然會同屋企嘅氣場有關係。易經最重視嘅唔係多，而係位，一樣好嘢。放啱位置就係助力，放錯位置就可能變成負擔。水係好嘢，人無水唔得，但水浸入屋就成災。火係好嘢，煮飯取暖都靠火，但火錯位就會燒屋。花係好嘢，令人開心，令人感覺有生氣，但花如果擺喺唔應該擺嘅地方，或者明明已經枯、已經污、已經太重，仲硬係留住，咁就唔再係養福，而係困住一股唔流通嘅氣。所以各位觀眾揀花，千祈唔好只睇名字，唔好一見到叫發財就以為一定發財，一見到叫富貴就以為一定富貴，一見到花開得燦爛就以為一定大旺屋企。真正要睇嘅係呢盆植物嘅形態穩唔穩，葉係柔和定尖硬，氣味係清淡定太濃，佢係適合明亮通風嘅地方，定係擺喺睡房會令人心煩。更加要睇佢有冇放喺財位、神位、睡房、客廳中間、老人家日日坐嘅位置。如果擺錯位，原本好嘅意思都可能變成一種擾動。第一種要小心嘅就係名字聽落非常招財，但氣態向外散嘅花木，好似發財樹、金錢樹、招財樹，甚至有啲人一擺就擺好多富貴竹。各位觀眾，發財樹呢個名真係好聽，金錢樹更加聽到人心都想買。好多家庭搬新屋、開新鋪，過年過節都會買一盆返屋企，覺得擺咗就有好意頭。好意頭當然唔壞，但要記住，家同鋪頭唔同，鋪頭要招客，要氣向外開，要令人一望就見到旺氣。所以有啲大盤、葉大、枝葉向外伸展嘅植物放喺鋪頭門口可能適合，但屋企唔係鋪頭，屋企係藏風聚氣嘅地方。屋企最重要唔係日日向外衝，而係人心安定，錢財有入有流，家人講嘢和氣，老人家瞓得穩，仔女返屋企唔覺得壓迫。有啲發財樹長得太高，枝葉太散，盤又大，放喺客廳最當眼嘅位置，成個家嘅焦點都被佢拉走。尤其放喺財位，表面係想催旺，其實可能令財氣太浮太向外。好多人淨係記得一個發字，忘記咗一個更重要嘅守字。發財唔難講，守財先難做。晚年真正需要嘅唔係一夜暴富，而係錢入得嚟，唔好無端端散晒，有少少積蓄可以安安穩穩用喺應該用嘅地方。遇到病痛，遇到家中變故，唔使即刻手忙腳亂。我識得有一位陳伯，退休之後最中意研究家中擺設。佢聽人講發財樹旺財，就買咗一盆好大嘅發財樹擺喺客廳角落，仲話嗰度係家中財位。起初大家都讚好睇，樹身粗壯，葉又青又大，客人一入屋都話好旺。但幾年下來，陳伯成日同人講，奇怪，明明退休金準時有，仔女亦算孝順，但錢總係留唔住，唔係廚房漏水，就係冷氣壞，唔係孫仔補習要幫手，就係親戚開口借錢。後來佢慢慢整理屋企，發現嗰盆樹太大，葉向四邊伸出去，下面仲堆咗雜物、舊報紙、紙袋，所謂財位，其實變成一個又重又亂嘅地方。後來佢唔係掉咗盆樹，而係將佢搬去露台較通風嘅位置。客廳嗰個角落清乾淨，只留一盞暖光小燈，一個乾淨嘅櫃面，無再堆雜物。
佢同我講，奇怪，屋企未必即刻多咗錢，但個心真係舒服咗。講錢嘅時候少咗急躁，買嘢前會諗多一步。各位觀眾，呢個就係重點，唔係花害人，而係位置影響心。財位最怕嘅唔係無植物，而係太亂、太重、太向外散。想守財，先要識得收、識得穩、識得留白。第二種要小心嘅就係夜晚香氣太重嘅花，好似夜來香，或者一啲越到夜晚越散發濃烈味道嘅花木。好多老人家中意花香，覺得屋企有香味就等於有氣質、有福氣，甚至覺得花香可以令人心情好。香味本身無錯，但要分時間、分地方。日間客廳有少少清香，可以令人精神輕鬆，但夜晚睡房太香就未必係好事。人到中年以後，睡眠已經唔似後生咁深，好多老人家半夜容易醒，一醒就諗錢、諗仔女、諗身體、諗以前做錯嘅事，越諗越清醒，越清醒越擔心。睡房本來應該係最清、最靜、最輕嘅地方，如果放一盆夜晚特別香，香到成間房都好似被一層味道包住嘅花，個氣就會變得黏、變得重，令人瞓唔沉。各位觀眾，人一晚瞓得好，第二日個心先定，心一定，錢銀判斷先，唔容易亂。人最容易亂花錢嘅時候，往往唔係最清醒嘅時候，而係最攰、最心煩、最想補償自己嘅時候。有啲人夜晚瞓得差，日間精神弱，見到仔女開口就心軟，見到廣告話買呢樣補身就買，見到人話投資有好機會就心屋，其實背後都係一個字：亂。心亂財就散。有位何太太60幾歲，自己一個人住，仔女各有家庭，佢好中意香花，尤其覺得夜晚有花香陪住，無感孤單。於是佢喺睡房窗邊放咗一盆香氣好重嘅花，起初覺得好浪漫，好似屋企多咗陪伴。但幾個星期後，佢成日半夜醒咗就諗起老伴離世嘅事，諗起仔女少返嚟，諗到天光。日間精神差，就成日上網買嘢，買一堆其實用唔住嘅保健品、衣服、家品，買完又後悔。後來朋友提醒佢將盆花搬出去客廳近窗但通風嘅地方，睡房只留乾淨被鋪、柔和燈光。慢慢佢覺得瞓得穩咗，買嘢衝動少咗。所以各位觀眾，花香可以欣賞，但唔好將太濃嘅香氣留喺睡房。尤其晚年想守財，先要守住一晚好覺，睡得安，心先明，心明，手先唔會亂，手唔亂，錢先唔會用錯地方。第三種要小心嘅就係花切枝，花期短，容易凋謝，但長期擺喺神位、祖先位、財位嘅花，好似白菊、百合或者好多白色切花。呢度要講清楚，唔係話白花一定唔好，亦唔係話公花有錯。公花係一份心，係尊敬，係清靜。但最大問題係，好多人買花返嚟供嘅時候好有心，之後就忙就忘記，就唔捨得換，結果花謝咗，水濁咗，葉爛咗，花瓣跌滿桌面，原本一份敬意慢慢變成一股混濁。神佛祖先面前最重要係清靜，唔係熱鬧。國學講敬，佛學講靜。敬唔係擺到滿滿，靜亦唔係貴，而係乾淨整齊，無污穢，無腐爛。好多家庭以為神位要日日有花，財位要放滿開花植物先代表旺。但如果花嘅生命周期好短，日日喺同一個位置重複開、謝、爛、換、氣就容易動。財位同神位都係需要安定嘅位置，最怕水濁、花枯、葉爛、灰塵同雜物。有一個家庭，幾兄弟姊妹都好孝順，逢年過節一定買好多花，返屋企
供祖先，又有百合，又有菊花，又有一大束白花。開始時好莊嚴，但因為大家都忙，花一放就放好多日，水變味，花莖發黏，花瓣跌落，神台都無人即刻清。老人家見到心裏又唔舒服，但又唔敢講，怕講咗好似唔敬。久而久之，神位附近有一種濕重混濁嘅感覺。家人每次聚埋，唔係講錢就爭執，唔係分擔就計較。後來佢哋終於明白，供養唔係鬥多，係鬥心清。從此少買花，買就買少少，定時換水，花一謝就處理。平時只保持神位明亮乾淨，家中氣氛反而平和咗好多。各位觀眾，財位亦一樣，財位唔怕簡單，財位怕污濁。你真係無時間打理，寧願一杯清水，一塊乾淨布，一個整齊角落，都好過一堆枯花爛葉。人晚年守財，要記住清淨就係福，唔好將自己嘅虔誠變成一種負擔，唔好將想求財嘅心變成一個亂七八糟嘅角落。講到呢度，我想問各位觀眾一句，有冇試過明明好努力守錢，平日買米都慳，自己唔捨得食好，但屋企總係有突如其來嘅開支，令你覺得財氣好似點都留唔住？如果有，可以喺留言區講低你嘅故事，我會喺之後嘅影片裏面繼續用粵語同各位觀眾慢慢拆解。好多時候一個家嘅財氣唔順，唔係一個原因，而係好多細節一齊累積出嚟。第四種要小心嘅就係葉尖葉硬、形態似劍嘅植物，好似虎尾蘭、龍舌蘭，或者一啲葉片直立、尖銳、帶刺、帶硬氣嘅植物。呢啲植物唔一定壞，甚至有啲人覺得佢哋好有保護感，放喺門口、露台、辦公室對外嘅位置，有時候可以有一種防護之意。但問題係屋企裏面，尤其睡房、梳化旁邊，老人家坐得最多嘅位置，財位附近，就未必適合放太多呢類尖硬植物。家唔係戰場，家係養氣嘅地方。人返到屋企最需要嘅係鬆一口氣，而唔係日日坐喺一堆尖尖硬硬嘅葉片旁邊。葉尖如劍，氣就容易直衝；形態太硬，空間就容易緊。尤其一家人坐喺客廳，講錢、講仔女、講醫藥費、講樓、講遺產，如果旁邊正正有一盆好高好硬嘅尖葉植物，未必係佢直接令你哋吵架，但佢會令個空間更有防衛感。人一防衛，說話就硬，說話一硬，和氣就散，和氣一散，財氣又點會聚？和氣生財，呢四個字唔係一句口號，而係好多老人家用一世換翻嚟嘅體會。錢好多時唔係因為買嘢而散，係因為嘈架而散。兄弟姊妹為咗錢反面，仔女為咗照顧老人家計較，夫妻為咗退休安排互相怨，呢啲都係破財。因為一破和氣之後，就有醫藥費、有律師費、有搬屋費、有冷戰帶來嘅各種浪費。家中想守財，第一件事係守住和氣。有一戶人家，客廳放咗一大盆虎尾蘭，就喺梳化旁邊。老人家日日坐嗰個位睇電視，仔女返嚟探佢就坐喺旁邊講家用、講照顧安排。奇怪係每次一講錢，大家就容易火。阿媽覺得仔女唔夠關心，仔女覺得阿媽唔體諒自己有家庭，幾句說話就頂撞。後來有朋友叫佢哋試下將盆虎尾蘭搬去露台門邊，客廳嗰個位換成一個細細圓葉、低身唔刺眼嘅植物，再加一盞柔和燈。唔係話之後永遠無爭執，但大家坐低講嘢個氣氛真係冇以前咁硬。所以各位觀眾，如果屋企有尖葉植物，唔需要怕，亦唔需要即刻掉，只係要睇下佢係咪放錯位置，唔好放得太近床，
唔好放喺老人家長坐嘅椅旁，唔好放正財位，唔好放神位旁邊。如果喜歡佢嘅外形，可以放去通風有光、對外嘅地方，對外可以護，對內要和，家中財氣要聚，最怕日日氣頂氣。第五種亦係最深一種，就係假旺嘅植物。呢種未必有固定花名，唔一定係邊一種花，而係一種狀態。表面仲綠未死，但好多年無新芽，葉上厚塵，泥土硬晒，盤底發霉，花盤裂咗都唔換，根部喐住，望落去唔係生氣，而係停滯。有啲甚至係真植物同膠花混埋一齊，遠睇好似黃，近睇就覺得冷舊俗無生命。好多老人家有一個習慣，就係唔捨得掉，唔捨得掉舊衫，唔捨得掉舊袋，唔捨得掉壞咗一半嘅電器，唔捨得換一個已經發霉嘅花盆。因為過去日子苦，知道每一樣嘢都嚟得唔易，所以乜都想留。呢份惜物之心係好嘅，但惜福唔等於乜都唔捨得放。真正惜福係知道邊啲值得留，邊啲應該整理，邊啲已經完成使命，可以好好送走。一盆植物如果已經好多年無生氣，只係靠少少綠色撐住表面，就好似一筆錢鎖死喺唔流通嘅地方。錢最怕唔清唔楚，福最怕俗而不動。屋企有太多假旺嘅植物，人心都容易跟住停。明明知道應該檢查銀行戶口，拖；明明知道應該同仔女講清楚財務安排，拖；明明知道有啲保險借款舊賬要處理，拖；明明知道屋企一堆舊物壓住自己，仍然唔敢喐。呢種就係慢慢破財，唔係一下子破，而係一日一日困住你嘅清醒。有位良醫屋企窗邊放住一盆舊植物，已經10幾年。嗰盆植物係老伴生前買嘅，所以佢一直唔捨得換。其實植物已經唔靚，泥硬到好似石，葉有塵，盤便有裂痕。但良醫每次見到都話唔好喐，呢盆有感情。可係每次望住佢，佢又會想起老伴走之前嘅病痛，想起自己一個人嘅寂寞，心口好似有嚿石。後來有朋友陪佢一齊整理，唔係粗暴咁掉，而係幫盆植物換泥，剪走枯葉。最後因為植物已經太弱，就將其中一段仍然健康嘅枝條重新種入一個乾淨細盤，放去有光嘅地方。舊盤就好好清理，帶住感謝送走。良醫講，嗰日之後，窗邊光咗，心都鬆咗，佢開始願意整理舊文件，願意同仔女講清楚自己嘅安排，亦少咗無端端買嘢填補心裏嘅空。各位觀眾，呢就係岑日飛智慧啟發我哋要明白嘅地方。守財唔係死守，惜福唔係困住自己，真正守財惜福係令生命有序，令屋企有光，令錢財清楚，令心念唔再被舊物拖住。一盆植物如果可以救，就清潔換泥修剪；如果已經無生氣，就用感恩心送走。唔好因為唔捨得而令成個角落陪你一齊沉。聽到呢度，各位觀眾可能會問，咁我屋企有呢啲花木，係咪要即刻全部掉？唔係，千祈唔好聽完就驚，亦唔好喺恐懼之下做決定。風水最怕心亂，心一亂，做咩都容易過火。最穩陣嘅方法係先停一停，望一望，問自己幾句：呢盆花而家放喺邊？係睡房，係神位，係財位，係客廳正中，係老人家日日坐嘅位旁邊，係一個陰暗潮濕無光嘅角落。望到佢，你個心係舒服定係覺得重？如果植物本身仲健康，只係葉有塵，泥太舊，盤太污糟，第一步唔係掉，而係清潔，用乾淨布輕輕抹葉，剪走枯枝黃葉。泥土太硬就換一換，花盆破舊
就換一個穩陣乾淨嘅盤。各位觀眾記住，財氣第一個要求就係乾淨，乾淨唔一定豪華，乾淨就已經有福。第二步，如果你唔肯定佢適唔適合原本位置，就先移位，唔需要大動作，可以將太大太散嘅植物搬去露台，將太香嘅花搬離睡房，將尖葉植物搬去較對外嘅位置，將神位、財位附近嘅枯花爛葉清走。原本嗰個位置最好留白幾日，俾氣重新流一流。好多時候一個家唔係要大改，只係少一樣太重嘅東西，心頭已經輕返好多。第三步，觀察自己，唔好迷信到話移咗一盆花就一定發財，而係睇下呢幾日瞓得有冇好少少，屋企有冇光少少，講錢時有冇少啲火氣，自己有冇少啲衝動消費。家居風水真正高明嘅地方，就係由外在整理帶動內在清醒。你越清醒，錢就越唔容易亂走。如果各位觀眾想再擺植物喺屋企，就記住一個字：穩。唔好貪多，唔好貪大，唔好貪名字好聽，簡葉型柔和一點，大小適中，唔太香，唔帶刺，唔太尖，容易打理。盤土乾淨嘅植物，屋企唔係展覽場，唔需要擺到滿。留白本身就係福氣，人有空間，氣先會流，氣有空間，財先會聚。講到最後，其實花只係一個引子，屋企最好嘅財位未必只係某一個角落，而係各位觀眾嘅心。心如果日日驚，日日貪，日日怨，日日覺得自己蝕底，就算擺幾多吉祥花，財氣都難以安定。心如果太急，見到人賺錢就想跟，聽到人話有機會就想搏，錢就容易走錯門。心如果太軟，乜人開口都借，明明自己晚年都要保障，仍然唔敢拒絕，咁財氣亦難守。但心如果定，屋企乾淨，說話和氣，花木有序，錢財就算唔係一夜暴增，都會慢慢順返。你會知道邊啲錢應該用，邊啲錢唔應該花，邊啲人可以幫，邊啲界線一定要守，邊啲舊物值得留，邊啲執念應該放下。呢一種清醒，比任何一盆叫發財嘅植物都更重要。尋日飛人生智慧最打動人嘅地方，就係提醒人到晚年要睇透而唔係看破，到灰心要放下而唔係放棄，要守財而唔係貪財，要惜福而唔係怕窮。財富唔只係戶口數字，亦係你睡得安唔安，食飯有冇味，仔女翻嚟時屋企有冇和氣，自己一個人坐喺客廳時心裏有冇平安。呢啲都係財，呢啲都係福。所以今日講5種花，並唔係要各位觀眾以後唔養花，花仍然美，植物仍然有生命。只是屋企到咗人生下半場，最需要嘅唔再係表面熱鬧，而係內裏安穩。有啲花睇落好旺，但太散；有啲花睇落好香，但太重；有啲花睇落好有氣勢，但太硬；有啲花睇落仲綠，其實已經困住一股舊氣。真正好嘅家居財福係花有花嘅位置，人有人嘅分寸，錢有錢嘅秩序，心有心嘅清明。如果各位觀眾已經聽到呢一刻，我想先恭喜各位觀眾，因為你唔係只係聽完一段關於花木嘅說話，而係俾自己一個機會重新整理屋企嘅氣場，亦重新整理自己對金錢、福氣同晚年生活嘅心念。呢唔代表聽完之後明日一定會有大筆金錢突然出現，但代表你已經開始用更穩、更清醒、更惜福嘅方式去面對自己嘅家，面對自己嘅錢，面對自己餘下嘅日子。由今日開始返去望一望屋企，睇下財位有冇雜物，神位有冇枯花，睡房有冇太濃嘅香味，梳化旁邊有冇太尖太硬嘅植物，角落有冇一盆好多年冇生氣
但你一直唔捨得處理嘅舊盆栽，唔需要驚，唔需要急，只要用一個平靜嘅心慢慢整理。每清走一片枯葉，就好似清走心裏一點沉重；每抹乾淨一塊葉面，就好似俾財氣多一點光；每放下一樣唔再適合嘅舊物，就好似同自己講：餘下日子我值得過得輕鬆一點，安穩一點。如果各位觀眾願意由今日開始迎接更安穩嘅財氣，請喺留言區寫低以接大財呢一句說話，就當係你同自己、同天地、同未來嘅一個溫柔約定。唔貪不義之財，唔亂花辛苦錢，唔被假旺迷惑，唔被恐懼牽住走，懂得守財，懂得惜福，懂得清理，懂得放下。如果各位觀眾屋企都有一盆唔知應唔應該繼續養嘅花，或者最近覺得錢財好似留唔住，亦可以喺留言區講低情況。我會喺之後嘅影片繼續用粵語同各位觀眾慢慢分析。每一個家都有自己嘅氣，每一位老人家都有自己嘅難處，唔需要同人比較，最重要係一步一步令自己嘅家安反、心安反、財氣順反。如果今日呢段說話令各位觀眾心裏有一點提醒，請幫我點一個讚，亦可以分享俾身邊重視家宅平安、重視守財惜福嘅親友，訂閱頻道，打開通知鐘，讓我每日用粵語陪各位觀眾一齊守住財氣，息住福氣，行入更安穩嘅財福之路。養花養嘅唔止係一盆植物，養嘅係一份心境。花要養得穩，錢要守得住，福要識得深。願各位觀眾由今日開始，家中氣順，心中安定，花木有序，財氣慢慢歸位，福氣自然聚來。